重上必下，重上之下必有勇夫，真係嘅。我哋發現咧，迦勒喺當中咧係當時有一個親戚啊，佢個名咧就喺當中咧就叫做俄陀聶，喺當中咧佢係一個勇士，佢聽見啊即係迦勒咁講嘅時候咧就好，就為迦勒去打呢座城。結果呢個勇士咧年青力壯，真正就將底壁攻陷咗。迦勒又唔食言啦，真係將佢個女押撒嫁俾呢一個俄陀聶為妻。成件事情咧睇嚟好似完結一樣，但係咧我哋睇見咧，當迦勒將個女嫁俾俄陀聶為妻嘅時候咧，我知道佢個女咧又好叻啊！佢個女又識得喺當中點樣面對啊，又要求咧係一個要求迦勒呢個爸爸咧係答應俾一塊地佢，而呢一塊地本身咧正正就係一個水源之地。結果咧迦勒喺當中又答應係俾呢一塊地俾佢個女作為嫁妝。同俄陀聶喺當中咧，以呢個地為業。嗱，各位弟兄姊妹，我真係好想咧喺呢個時候咧講俾大家聽咧，原來啊一個人咧有信心咧係好重要。嗱，呢個信心唔係我哋嘅自信，覺得我自己好有能力。呢個信心亦都唔係建基於外在嘅環境。哎呀，我知道點，所以我有信心。呢個信心係源於對神嘅信心。呢個信心係源於對神話語嘅承諾，對神應許嘅持守。冇人可以保證對迦勒講：你放心啦，神答應你就俾你噶啦，昔日摩西答應咗就俾你噶啦。因為冇人知道自己有幾長命，冇人知道個環境點樣實現。但係我哋唔能夠唔佩服嘅就係迦勒，佢竟然能夠有信心去面對住種種惡劣嘅環境，甚至乎都未曾攻入迦南地，但佢仍然不斷係保守自己，為咗要得個地為業。親愛弟兄姊妹，今日我哋成日講信心，成日講我哋有信心，但係我哋會承認好多時候我只係掛喺嘴裏邊講信心。如果你話有信心嘅時候，你點樣過你每日日子？如果你話你信靠神嘅時候，當有困難嚟嘅時候，你點樣過活？你係咪好似深信神嘅同在？你每一日就操練你自己咧，抑或咧每一日掉以輕心，求其過活？到咧有困難嚟嘅時候咧，你輕言信心。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呢一個並唔係真正有信心嘅表現。迦勒講得好好啊！我每日就係好似咧要得個地方為業，所以 keep fit 自己，操練自己，叫自己能夠喺任何時刻咧都係活喺嗰個狀態。迦勒係一個好嘅爸爸，唔單止佢有信心，佢產生有信心嘅女兒，佢個女亦都好樂意嘅成就爸爸嘅應許，嫁俾俄陀聶為妻，因為俄陀聶都係一個信心嘅人。然後佢哋咧又用信心過活，信心佢睇見一啲美好嘅地方，睇見任何環境裏面都睇到出路，睇到咧前景。面對住香港，我哋成日講香港有信心，信心喺邊一度？如果基督徒我哋信神，我都唔能夠依靠神嘅話，而且按照神俾我哋嘅信息，按照神俾我哋嘅憑據，喺我哋生活裏邊活出真理，活出盼望。咁咧，我如果將信心只係俾個其他人講咧，咁我就大大失去基督徒應有嘅責任。求主幫助我哋，讓我哋喺當中咧持守信心。我哋先休息一陣間，等我哋翻嚟嘅時候咧，再思想以色列人係點樣分地，唔好走開。好，休息過後，讓我哋睇一睇約書亞點樣同以色列人分地。而家似乎一切就緒，約書亞就喺當中咧招呼呼召以色列嘅長老嚟到當中，一齊喺當中咧商討關於分地嘅事宜。咁多人咁多地，到底用咩原則去分呢？點樣先至會公平呢？點樣先能夠按個實況嚟分呢？事實上呢個都係一個好複雜嘅一個問題。因為如果分得唔均勻，就會內訌同埋都會咧俾人睇起嚟咧，就好容易好似徇私咁嘅過程。神實在俾約書亞係好有智慧喺當中，
俾約書亞有幾個原則。如果原則方面咧，係講俾你聽佢點樣嘅去依靠神，但係同時間咧，如果講俾你聽咧，佢係點樣嘅有實況上面嘅考慮去幫助以色列人分地。嗱，首先咧好奇怪，約書亞咧係用一個方法，有人覺得呢個方法好迷信，就係用一種抽籤嘅方法，即係透過抽籤喺當中咧係去分先後次序。抽籤背後有一個好重要嘅理念，佢哋好深信咧，當我哋去咁抽嘅時候咧，抽到個籤嘅先後次序咧，本身背後咧係有神嘅旨意喺當中。咁呢一個咧唔係一種好似咧推落去純粹用或然率嚟嘅表達，而係真係佢哋當中相信神係會透過抽籤嘅方法咧，係決定邊個支派抽先，邊個支派抽後。然後第二個原則咧就喺當中咧，我哋當抽到之後咧，就會真係好實際考慮個支派嘅人數多少，佢哋需要嘅地方大小，喺當中咧按呢個原則咧係分配個地域嘅大小。好明顯咧，佢哋所分嘅喺抽籤嘅先後次序裏邊咧，先分咗咩地方係擺第一位，然後跟住咧抽到之後就按嗰個支派人數多少咧嚟到劃分嗰個地域嘅大小。呢一個係一個較為公平嘅方法，一方面有對神嘅相信倚靠，另一方面亦都顧及實際嗰個需要喺當中嘅運作。當抽籤嘅時候好奇妙，你知邊個支派抽先嘛？原來猶大支派抽先。哇！我哋真係發現咧，真係有神嘅旨意計劃喺當中。當我哋睇猶大嘅一生嘅時候咧，我哋發現咧喺生命裏邊咧，正正就係發揮咗王者最重要嘅素質。呢個素質係咩素質咧？就係嗰種咧憐憫、敢於承擔、願意代替呢一種好重要嘅作領袖嘅特質，導致咧係當雅各臨終嘅時候咧，都係當中預告。個預告咧就記載喺咧係創世記49章呢度話：猶大啊，你弟兄啊必讚美你，你嘅手咧必陷住仇敵嘅頸項，你父親嘅兒子咧必向你下拜，櫃必不離開猶大，杖必不離開他兩腳之間，直等到細羅來到，萬民都必歸順。細羅就知道有個王者嚟臨嘅含義，或者有個和平者嚟臨嘅含義。直言咧，君王咧係從猶大而出。猶大支派首先成為神所揀選領受地業嘅支派咧，除咗因為個次序嘅緣故之外咧，最重要嘅就係頭先我提到就係喺約瑟同弟兄相認或者約瑟被賣嘅過程裏邊咧，猶大咧都發揮一個好重要嘅位置。佢有兩次喺呢件事情上面咧，成好獨當一面嘅人，就係當兄弟想殺約瑟嘅時候，猶大好醒目見到當時有以實瑪利人經過，佢就靈機一觸，就向弟兄提議，不如將細佬賣咗俾佢以實瑪利人做奴隸啦。因為咧咁樣總好過咧約瑟死喺哥哥嘅手裏邊。結果咧佢用方法遊說其他哥哥，結果大家都認同將佢賣咗俾以實瑪利，導致咧約瑟輾轉咧就去到埃及，後來都輾轉成為宰相。當面對住兄弟相認嘅過程裏邊咧，大家都知道咧，約瑟司計咧係要夾硬將便雅憫留低。但係當喺個處境裏邊約瑟要將便雅憫拉坐監嘅時候，嗰幅圖畫我而家永遠都唔能忘記，就係猶大行出嚟，就同當時認唔出細佬嘅約瑟呢個宰相講，佢話：我知道我哋有罪，過去嘅犯嘅罪咧追討到而家，我知有罪。而家佢願意咩咧？代替細佬喺當中做乜嘢去坐監，用佢嘅生命嚟換取細佬嘅生命。你知道嘛？約瑟聽完咗之後咧，走翻入內室喊完出嚟弟兄相認。我哋發現咧，呢個正係領袖特質，所以猶大咧喺當中咧係成為第一個領受分地支派咧，實在咧係唔簡單，正係發揮出呢一種領袖素質，係願意承擔責任、代贖嘅精神。